你着无落摇花，你着无落感谢摇花，因为伊是好，伊的主爱永远伫地。即时咱想来吟诗无落上帝，圣诗第73首，但我感谢上帝，感激我分享。
即时请有缘者用新的概念，对咱信仰告别。你有尽心尽性尽意，让助力兄弟，也爱是爱，也是爱，也让三心不错，你有命助力心的爱，也要爱是我爱心的中啊，我心爱同意，就是你就上来，只求我爱你，你来爱你上来。必然上面，这样对对在你是我的心。那这是咱们高中课文是圣诗后壁面课文第14。我的课请念这里。上帝啊，求你可怜我，可怜我。我是最高的你。我要投票伫你是个的意念必念的。我们求救主权的上帝。当迄个要吞食我的人诽谤我的时，上帝要施阮对天求我。我的性命伫屎的中间。伊的喙齿是枪是箭。上帝啊，愿你权大宽过在天。伊甲我的骹步设落网。伊伫我的面前挥合天。上帝啊，我的心自在，我的心自在。我的神啊，你着精神起来；灵啊，色啊，你着精神起来。主啊，我伫万百姓中间感谢你。因为你的主爱大到如天。上帝啊，愿你权大宽过在天。上是咱上个难做。主爱天父，全能的上帝，阮感谢你的恩赐甲赐福。你用你大能的手保守阮平安。阮也要将心中的感谢恭敬奉献予你。阮有时也拄着互阮忧愁、烦恼、负担等的事，但是你时常用你的慈悲、怜悯甲福气来做阮的成员。你也伫阮逐款的境遇当中，用你的好旨意引带阮行伫美好甲大路。面对这新的一年开始，我来恳求上帝，互阮伫圣神新创造的中间来更新发展，来分享永远搁丰盛的新生命。愿圣神栽培有时阮每一个人，伫信仰甲真理的顶面有健全完整的发展。通过安尼，互你的圣会通日日进步，明年搁较侪人信主，来做阮是一担伴，做伙手牵手同行天路。当时，阮就借着圣经内面主你教示阮的，来转化即个社会的不安甲不公义的代志。互即领者有对你遐来疼心以及包容无共款社会的心，互台湾成做一个尊主最大的国家。当时，我来恳求你，互阮的兄姊妹，搁较疼者到核心。即时，阮也为着做为身体欠咱的长辈以及兄弟来祈祷，求你用你大观念的双手来支持看顾因，互因通赢过拢总的病痛，来因主你的名。感谢主，听我的祈祷，我咱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是咱要看伊的圣经，是记载是旧约诗篇第51篇，我对第1节来看看第1节。伊看日本是伫个621面，大日本是伫个698面。我用台语甲日本来读。第1节。上帝啊，求你可怜我，可怜我。
我的心要投票给你，我要投票给你，是讲的你的静候遐个灾难经过。我要求叫至悬的上帝，就是甲我遮逐项事的上帝。当迄个要吞食我的人诽谤我的时，上帝要赐阮对伊，也要发出伊慈爱，伊的慈爱甲伊的诚实。我的性命会使的中间，我倒伫亲像过倒伫世间人的中间，伊的喙一起是像一箭，伊的旨是来倒。上帝啊，愿你权大搬过遐天，愿你的阳光搬过全地，因甲我的脚步顺路网，压制我的心神，因伫我的面前开限起，家己反转换落地下边。上帝啊，我的心神存在，我的心存在。我要吟诗，我要唱歌歌乐，我的神啊，你着精神起来。今仔色啊，你着精神起来。我本身已真早精神起来。主啊，我要伫万百姓中间感谢你，伫列邦的中间唱歌歌乐你，因为你的慈爱大到诸天，你的诚实到空中。上帝啊，愿你的权大宽过遮天，愿你的阳光宽过全地。以上，上帝话是用最大的心，是咱的声发是咱来好。Alleluia.
啊，弟兄们，大家平安。平安。以前大拄啊，听着诗班咧唱歌，然后有琴咧来伴奏伴奏，这就是将来咱去到地天顶的形式嘛是安尼，就是安尼尔。咱伫即个祈祷的系列内底，今仔日第2讲琴的祈祷，琴的祈祷。头拄啊，咱启示录，搁圣经，其实拢咧诗篇57篇，第1节到11节，迄是台语汉语，咱即摆用现代台语，有无共款的，咱搁读一遍好无？来，请上帝啊，求你可怜我，可怜我，我要你伫你遐，你伫你是个会保护的，天后灾难拢过去。我要求叫至悬的上帝，各项事拢甲我完成的上帝。上帝为你天施恩救我，互吞达我的人失败变相。上帝会对我施予慈爱甲信心。我要伫凶恶的人中间，谨慎像狮。长胆要吞食人，因的喙齿亲像枪，亲像刺，因的舌亲像来的刀。上帝啊，愿你的荣光我在看过，天的荣光变成传的，以我的阿全圣有我，被我不通。以我的流程归航天，家己连到我到天内面。上帝啊，我的心平静，我的心平静，我要认识，我要受我称赞，我的心要起来，天啊，谢啊，要起来，我要甲日头要起。主啊，我为恁万中感谢你，伫万中唱歌称赞你，你的慈爱哪天甲你还？你的信实浩到中冲，上帝啊，愿你的为难满过天，愿你的荣光变成传人，愿上帝。将遮个遮水的诗句真多咱对伊的祈祷互咱的心会当来去调咱讲这祈祷的系列就是咧讲到要安怎祈祷，有啥物款的祈祷，特别伫圣经内底讲第1讲琴甲香炉的事讲到琴甲香炉的事就是祈祷有亲像琴甲香炉即2种今仔日讲琴，另外佫有金香炉的祈祷，佫来有交响的祈祷亲像交响乐一样咚咚咚咚迄种交响就是有遮有遐有遐无共款来做伙迄款的祈祷有下面抑佫有第3讲咱今仔日伫即个琴的祈祷内底，咱看即个琴会当讲就是一个古老足古早的乐器的之一啦因为琴，所以互人会当来敬拜上帝。伫圣经内底创世纪的第4章也有讲到琴就是该阮的第6代的子孙该阮啥物人？足古早的该阮是阿东的囝佫来就有第6代有一个犹八伊发明琴就是五路啦，会当五路东西，总是用琴来上界重要，就是会当敬拜上帝。咱知影音乐家巴哈，伊所有写的曲拢总敬拜上帝。所以伊逐摆若写完即条曲的了后，伊面顶拢有写讲荣光归上帝用拉丁文写拢伫伊的曲内底。所以咱知影巴哈伊的音乐就是拢来荣光上帝。伊是上古早差不多音乐有开始的时，拢是用来敬拜。所以头拄我讲
亲像咱看听诗歌，诗班甲即个琴咧，到永远，迄时就有讲啊，将来徛伫宝座前，就是互上帝所拣选遮个咱到伫天顶，到伫遐悠远伫遐咧吟诗，悠远伫天顶咧敬拜上帝。伫圣经内底，咱嘛有看到关个琴的代志，对无？当迄个讲大卫，伊要将约柜，当接转来耶路撒冷的时，伊本头讲我要起一个圣殿，来互我所敬畏的上帝会当来伫内底，互约柜会当伫内底。迄个时阵，上帝已经伫约柜内底，讲我要伫约柜遐甲恁三角见面。所以对因来讲，约柜是啥物？非常的神圣，就是伫迄圣殿内底，起先是伫以色列人出埃及伫迄旷野内底的会幕内底的至圣所，只有祭司会当入去。所以只有祭司会当带遮个会幕内底圣的物件。所以当祭司遮个利未人将遮个约柜到因有王咯，对所罗王到伫大卫的时阵，大卫伊上帝讲你袂当替我起圣殿，总是咱看大卫是啥物，一个俄罗上帝的人，所以伊会就细汉伫咧顾用，伊就用琴咧俄罗上帝。到迄阵上帝讲你袂当起圣殿，总是伊安怎？伊将约柜甲刷来到耶路撒冷遐，伊搁安怎安排诗班？安排圣歌队，安排敬拜的团队，所以伫历代志上25章遐就有讲着，一班，拢总有24个班，280几个人伫遐咧轮流，24点钟拢咧学了上帝，伫圣殿，伫迄约柜的边仔咧学了上帝。但是咱看这大卫，伊是细汉的时、少年的时，当所罗门王。伊顶面迄个王安怎去互迄恶魔来伫咧写魔伫遐来迄个互伊扰乱、偷听人压榨的时阵，用要掠王，伊的边仔的人来讲，我知影有一个少年人，伊做来弹琴，就是大卫。所以大卫去到伊遐，伊弹琴落，所罗就安怎心就快活，伊的心神就安定。所以咱知影迄个琴。伫迄个中间，就是代表讲一个安静，对伫大卫所弹出来的琴，佫较无共款，因为大卫是一个敬拜上帝的人。所以咱看大卫，伊毋但足够敬拜上帝，伊写足侪诗篇。所以咱看诗篇内底，用诗篇上解出名就是23篇，因为伊足短，拢总有60。我想伫即个过年的中间，足侪人用诗篇23篇，甲伊个厝内面的人做伙祈祷吧，有嘛有人甲我讲，老师，我就是用即篇来做伙伫食年夜饭的人的时阵，甲我的厝内面的人做伙祈祷。牧师用诗篇90篇，互咱大家讲，你会当用。总是我家己嘛用诗篇23篇伫即个过年的中间。所以就是掠着机会会当安怎唱歌学了上帝。虽然无琴，但是咱的唱歌，迄个歌声，迄个韵律，嘛是琴啦，迄嘛是琴。所以咱看大卫伫诗篇190篇伊佫讲一遍，伊讲上帝啊，我的心坚定，我的嘴要唱歌学了，琴仔色恁着精神起来。我家己要早早就精神起来。这甲拄仔咱读的诗篇57篇有共款无？有共款的，就是伫迄个中间，咱看大卫，伊就是讲学了上帝，毋但学了上帝出声学了，伊佫讲琴色伊用琴，伊会晓用琴，所以遮下拢要起来，我的琴也要来为主来，感谢主。希望咱伫咱的生活的中间，嘛会当来展现。有一个牧师伫即个过年中间有分享讲，因为伊讲因兜要做伙敬拜无简单，毋知足拄啊好诶，小弟突然间伫已经到毋知初几啊，讲我甲你问一条诗歌我唱互你听，你一定知影。
吼，啊拄啊好，伊的兄弟姊妹有人伫斗，啊另外迄个小弟他，伊来讲。哒哒滴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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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伊看伊讲哦，足够，我知影，迄落面找伊讲，你哪会搞会晓问我？其实伊伫咧拖延时间，紧找着了，哇！伊讲伊怎啊对头唱到尾，吼，对迄首诗歌吼，伫电话内底来唱我了就对啦吼，伫赖内底来唱我了，兄弟姊妹足巧的吼，伊就是掠了机会吼。要敬拜上帝，吼，难得你敲电话来问讲迄诗歌吼，我着要对头到尾甲你唱我了，然后吼无共款的，因为伊的身躯边还佫有另外一个适合的小会，吼，下去了后拢无去教会，所以着伫遐逐个做伙唱，大家同齐勇敢脚步，吼，虽然经过黑暗路，哇，安尼唱落了后，我讲出智慧。所以伫即个中间，兄弟姊妹，尤其伫即个过年，有人讲这个年啊，隆重而来，吼，足隆重的啦。进前咱着爱摒扫，吼，啊伫遐款东款西，啊准备足侪项的，吼，检菜你爱准备房间，有人要转来，吼，有人要转来要住。总是伫即个中间，上界重要咱的心，吼，嘛伫遐来准备，特别咱我靠主的人。伫即个内面，遮尔长的音乐内底，有足侪无共款的代志会来搅乱咱的心，吼。所以伫即个中间，咱看大家你讲安怎？我的心坚定，我的心坚定，我的喙唱歌在歌乐上帝，吼，琴啊、瑟啊嘛拢起来，吼，拢精神，我家己安怎？要早着精神，我家己要早着精神。一句话，伊的原文嘛意思讲，我就是要打日头来叫我醒。啊，这就是比日头搁较早起来的意思吼，所以伫遮吼，咱知影讲迄个琴，吼，琴的祈祷，吼，就是一个娱乐，吼，就是一个敬拜，啊，无拄拄用大琴，用你的诗歌，嘛是一个琴的祈祷。所以这个琴的祈祷，伫今仔日咱所看的诗篇57篇，你去看伊上头啊，讲着诗篇57篇，会写讲大卫的诗。然后伫伊互所罗门王将的时，啊，避伫迄洞内底，躲在洞穴里面，避伫迄黑暗的洞内底。啊，所以伫保罗伊的生命中间，伊有避过两个洞，一个叫做阿道兰洞，一个叫做温基底，吼，温基底的即个洞。啊，伫即个洞内底，迄拢是伫较挖空遐遐。所以伫迄个洞内底，就是一个。咱讲狗不拉屎鸟不生蛋的地方，伫迄个所在无有啥物资源，而且伊是足落魄的，水尾倒去。结果伊迄个调讲要用啥物，毋通毁坏即个调，吼。较早的诗篇是用唱的，无伫毁坏。有改编家伫遐写讲，你看保罗诶，大卫伊哪会对扫罗用，互扫罗用，结果伊讲无伫毁坏，伊无伫毁坏真正意思做啥物？无伫毁坏上帝话语的意思咧讲伊的心情。我想互扫罗王甲我捉，伊要害我，但是我袂使去甲伊毁坏，因为咱知影大卫伫个，因此伫个洞里面，一边会当安怎？会当害扫罗。伊秘伫内底足黑暗的，迄条树链还佫会伫落。甲伊的士兵啊，甲伊咧走路的时阵嘛，拢有一寡。伊的边界做咧走路，结果因秘伫迄洞足深咧，吼！你若去以色列内底，就知伊迄洞，吼，拢会当诚深。结果伊伫伊内底，看到有人对洞口遐入来，扫罗王，家己一个人尔，结果伊来佫哭了，伊要大便啊！伊嘛走来洞大便，伊无遐钱嘛，伊伫上内底，伊看伫遐，哇！伊边仔士兵，伊迄兵仔就讲。上帝互你上好的机会，了好上帝当互你会当安怎报仇？你去甲伊抬，因为即摆拄仔咧方便咧大便，伊绝对毋是吼，足轻松的，毋知放会出来啦。所以迄个时阵，咱看家己，伊进入伫个天人交战的中间，但是伊尾后去来啥？来挂伊的衫衣尔，伊挂伊的衫衣，扫罗毋知影，等伊出来伊才来讲，我的王啊，你的衫衣伫我遮，所以伊才尾后所写出来。拢讲无伫毁坏，但是伊随受吼
伫迄个中间受所罗家己压迫，压迫甲足厉害。吼，第40个较拢伫安尼形容。吼，我亲像安怎？吼，我伫咧困难的中间啊，遮个人吼足幸福的，亲像伫火的火咧道共款，因亲像屎共款。吼，所以咱看伫遮保罗伊讲伊要投靠，吼，伊要投降，吼，台语用投降，投降伫耶和华上帝的实果的下面。头拄仔祈祷会我有讲，迄个实果，互咱想着家母，吼，家母咧阿囝仔，迄个实果下面。家母阿囝仔有当时上介重要的时阵，就是天顶有迄腊肉，吼，想要来食囝仔，所以伊安微要收落来，所以一定爱避伫个家母下面来讲实果下面，吼，所以上帝要诚做咱的实果，咱要避伫伊个内面，但是你若无避伫伊个内面，你绝对会拄着灾害，吼，艰苦个内面，所以伫遮。咱看着内面伊讲，我专心要来投靠，我专心，我较坚定要来求救。所以兄弟姊妹，迄是一个态度，吼，迄是一个态度。伫面对你的对着凶猛的时阵，足凶恶的时阵，即个我头拄仔讲过，内面讲伊的对着敢若屎共款，敢若迄道的火共款。喙齿亲像枪，亲像箭，吼，迄箭亲像来刀，讲话伤人，吼，会插人，亲像伫咧洞穴内底，伊的人生吼是黑暗啊，已经无望啊。但是伫即个中间，咱看大卫伊投靠啥物人？伊讲我的心要投靠上帝，我要投靠你，至悬的上帝哦，我要投靠你呢。我要投靠伫你的实果的地面的下面，咱遮所有的灾害拢来过去，咱所有的灾害拢来过去。兄弟姊妹，等足重要。迄个灾害毋知啥物时阵要过去，总是你的心专心爱来投靠，你的专心爱来投靠。你要求救啥物人？求救至悬的上帝啊！是安怎要求救即个至悬的上帝？咱会歹求救别人，你若会找其他较方便会当过去要帮助你的。而且大家敢若讲，为着我请逐项事的上帝，即个上帝是逐项事拢替我完成，所以过去大家伊要经历着。所以兄弟姊妹，在这个中间，咱来思考讲，咱要投靠啥物人？咱要信赖啥物人？咱要倚靠啥物人？无毋着你会当倚靠方法，倚靠人际关系，倚靠钱，吼财务来甲你，吼财富来甲你解决，也是倚靠，吼倚靠你的地位，总是靠山跑，吼，人讲靠朋友跑。但是要依靠上帝。伫即个世间，大家讲我靠无毋对，你会当靠啥？但是这拢最后拢想不通。所以兄弟姊妹，咱第一个爱倚靠的就是上帝，咱第一个爱倚靠的就是上帝。这需要操练，需要亲像大卫讲。主啊，我要倚靠你，感谢你为我成逐项事。今仔日咧讲的就是勤的祈祷，毋是干那用想的尔。伊有一个心的决定了后，佫有一个啥物行动要安尼做。所以兄弟姊妹，当咱来礼拜堂的时阵，牧师会当甲你讲的，就是互你刺激你的行动，然后我会讲见证，也是讲一寡有啥物款实际，互咱会当讲，我嘛会当安尼做呢，我嘛会当安尼做，所以请咱一定爱安尼做。伫顶礼拜我就讲，你伫即个礼拜的中间，过年的中间，你的确会拄着侪事，对无？是毋是？你即摆心内底会想，我想每一个人因的家庭拢无共款的代志，总是伫即个过年中间，我就有听着讲，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就有人安尼讲啊，迄个就不以为然啊。迄个就对你打批评我的
的家庭，还是讲阮的育儿方式，我饲囡仔吼，我教着囡仔，无有共款啊。所以伫这个中间，咱要活啥物？咱要靠啥物？大先爱靠上帝，大先爱靠上帝。然后伫灾难发生的时，无论这个灾难是你本身所拄着的，也是你看到你的朋友所拄着的，你的亲情所拄着的，也是你的身体的艰苦，你伫遮有亲像大卫共款无？伊伫咧洞内底暗暗，但是伊敢若看到洞外口迄个上帝，伊的厝内已经安怎？划过天啊！结果伊伫洞内底有看到天无？无。伊伫洞内底啥物拢看无，连伊的镜头仔嘛看无，若敢毋是的时。但是伊已经看到洞口外口的天，满天的星星，阁有看到上帝的慈爱，远过遐穹苍，包括宇宙。迄是啥物？咱时常伫遮，爱互咱的心知影讲，咱有一个至悬的上帝，满过所有的天，偌悬，足悬的，非常悬，所有的天，天和天上的天，天到天顶的天，拢是咱的上帝所创造。所以我毋惊，伊嘛甲帮助我。所以咱继续来看啥物叫做凭的祈祷，就是伫迄个中间有一个决心了后，要来就是我要坚定，要来学乐，要来学乐上帝。你坚定要来学乐上帝。所以这个坚定伫咱这个经文内底有一个决志，嘛有一个行动，过来就开始实际的学乐。伫这个中间，伊的决志伫倒位同看？伊讲：上帝啊，我的心自在，我的心自在，我要吟诗，我要唱歌学乐。兄弟姊妹，咱做伙读出来好无？来，上帝啊，我的心自在，我的心自在。我要吟诗，我要唱歌学乐。阿门。这个原是华语的吼，所以你的心即句会当来背起来吗？我的心自在，我的心自在。我的心自在伫另外现代代志讲，我的心坚定，我的心坚定。你的心坚定要创啥？就是要唱歌学乐上帝，要吟诗。要吟诗，感谢主，这就是一个决志。有决志了后咧，有决志了后，我要带咱来想，伫圣经箴言4章第23篇，伊原本的迄个讲，伫现代中，伫迄个讲咱的中文和合本内底，拢出写的讲，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这句话咱拢做写的，牧师甚至足爱这句话来印伫我的名片的顶面。就是讲，你爱保守你的心啊，赢过你保守一切，因为你一生上介重要，所有的源头拢对你的心来开始。我迄个讲现代台语，互咱逐个来做伙读上面顶迄个来。要尽力保守你的心，因为你的心是生命的根源。是安怎讲着心的？因为头拄我迄个讲台笔，就是一直咧讲伊的心嘛。我咧哇靠，我要学乐，我的心啊，其实我的心啊，我的灵啊，都是在讲心啊，我的心啊，但是不是这个心啊，是在哪里？是在你的头脑，所以食甲食，咱拢就是食甲食足底，差不多20几公分尔。但是有当时，你的思考所想的其实甲你的感觉差足济。所以到底咱咧想啥物？其实这个心是咧讲咱咧想啥物。所以现代中文译本、现代中文译本把这句话翻成这样子，完全都没有心了。但是你想。那个心变成什么？最下面来，我们用中文读一次来。所思所想要谨慎，因为生命是由思想定型的。所以这个心在讲啥？思想，讲你的思想。
当我知影伊有即款翻译的时，我讲对啦，一箭就中了靶心了，因为你讲，你若对一般的人来讲，你就是甲你讲你咧想啥物，你爱谨慎，因为你的生命就是对你咧想啥来定定的。有当时，你的明白不是我的了解不是你的明白，迄就是我所想的你毋知影，你甲我无共日言内底，所以啊，你认为有当时无所讲的，也是所领受的。而且上帝所要甲咱启示的，假使你若无一直读圣经，也是定定伫祈祷内底，其实有当时无啥知影。但是无要紧啦，你若上帝祈祷讲主啊，求你来甲我摸索，求你来甲我启示，互我会当明白。所以就将咱内底以前的思想，咱一定有所思所想，就是咱自细汉互咱的重要，其他的重要他人，无论是你是阿爸母还是阿公阿嬷，兼且有的人是阿爸带大汉的，遐个人拢影响咱，因为迄阵咱细汉咱就受影响，但是到咱大汉，咱知影的时，咱就对遮所有的思想，咱安怎用圣经的话搁来过滤一遍。所以今仔日咱听着讲哦，代志啦。伊来讲，我的心是安怎？我的心是要来阿罗上帝。我早就要起来，我的心，我早起来就是要较紧来看讲有啥物生理无？我早起来就是要来较紧来做工课。我早起来是要来阿罗上帝。所以感谢主，互咱知影咱的心足重要的。所以咱今仔日伫遮，其实就看着家己所有的心，往主来拍开。过来讲有一个坚定的行动，头拄我讲的坚定的决心对无？即摆决心落就要有行动啊！紧动起来！伊讲我的心啊，你着坚持起来吼，这台语哦，咱做伙读来。我的心啊，你着坚持起来，心啊，是啊，你着坚持起来。我本心要真早坚持起来。家己要对家己的心讲落来。哦，讲精神起来，精神起来！哦，起码先啊，做伙来吟诗学乐，真早要精神起来，这是行动。哦，行动讲要起来，要起来，要来做，要来做，要做啥物呢？要做啥物？就是要来学乐上帝，哦，学乐上帝。所以这个学乐上帝，就是一个坚定，哦，就是一个勤的祈祷。哦，我的确，无论安怎，我就是要学乐。哦，我虽然受压制，我虽然变做岁月的咚安尼一直走吼，较早报第一阿妈就讲吼，是对啊吼，紧来走啊，伊要就一直走，伊差不多头仔拢一直走，啊保罗第四路伫后壁一直来做，一直做，啊有比伫咧洞内底安尼，所以当时无论是啥物款的情况，特别是比伫洞内底，比伫洞内底啊，这是瓮中之鳖呢，掠着就死啊！但是伊伫遐讲，我要学乐，我要伫万百姓的中间来即段第90到11节，兄弟姊妹，咱做伙来读一遍来。主啊，我要伫万百姓的中间感谢你，伫列班的中间唱歌学乐你，因为你的慈爱大甲有天，你的诚心到中上，上帝啊，愿你愿大看过遮的天。愿你的荣光大过全地，阿门。这就是勤的祈祷。你若讲我做袂晓祈祷，你摕这起来，就是用这篇，用这遮的，这就是感谢。兄弟姊妹，愿你伫这个礼拜内底，遮的经文，搁一遍来当对你的喙来读出来。哦，读出来无共款。若是用想的，就是还无有行动。你甲读出来。就是一个行动。咱看请伊，伊若会拢讲为我用听读圣经嘛吼，你若伫读圣经的群组，请伊拢讲又读加伊，然后为我用听。为我听啥物？就是请伊读出来。但是咱所有读圣经的人，可能拢用目睭读的嘛，足少人用读出来。有当时我嘛用喙读，但是无拄拄逐个。总是请伊读遍，逐工吼拢有读，兼且伊嘛拢放迄读圣经的，吼读
读的甲用目睭看的无共款哦。吼，请咱兄弟姊妹，即礼拜的中间吼，咱来体会一下，吼，体会讲要安怎用喙来讲，用喙来读出来。其实若当讲着阿拉上帝，感谢上帝，哇，足侪时间，就一直对我的头脑内底一直浮出来。其实头拄我讲的遐个词，拢有人用遐个歌词相对习惯。哦，就是拢迄种歌词，拢就是咱头拄我迄，我要伫万年华语的，我要在万当中呈现你。足侪歌，无论是现代的、古早的、古典的诗歌拢有啊。所以咱看啥物叫做琴的模式的，你敢知你练弹琴，你练弹琴，我小可会晓分口琴，所以即摆我拢一直鼓励阮爸爸爱分口琴，训练，毋是。我是来头前来讲，要训练你的气步啦，90公岁啊。但是另外一个目的，我的私底下的心无讲出来啦。食到90公岁啊，就是剩学了上帝尔啦，无你要创啥咧？无才调上班，无才调代志，囝儿是世到孙拢毋免你管啊。佫一直讲，逐摆拢讲，安奈上帝还袂调我，就是爱学了啦。学了上帝，互你训练到有够。伫迄个中间，所以咱看琴的祈祷的模式，专心投靠，坚定学乐，专心投靠，无搁想别项啊。其实无一定够老呢，即摆着爱啊。当你愿意的时，你会当专心，你着专心，安尼就是会当训练咱的信用，会当一个专注。兄弟姊妹，咱的信用嘛爱操练啊。若无定定你讲我着足想要主会当帮忙，结果你拢礼拜日的时阵才会当专注咧。但是嘛无拄拄啊，有当时迟到啊，所以差不多讲到一半再来，也是讲到的时阵再来，你着失去头前迄个准备心。头前的准备心包括唱诗歌，佫诗班，结果来，手机仔佫叮当一下，佫摕起来划一下。你的这个走去啊，这就是这，思想佫走去啊，佫想着迄啥物代志，我要安怎来回，赖要怎么回？所以兄弟姊妹，咱足想要来敬拜上帝，咱足想要来专心来投靠上帝，总是有足侪代志要甲咱操办，所以咱家己爱来操练，或者个物件莫诚做咱会变化。你家己切做静音，甚至你来关机，就是这段时间。毋若关这个手机的机尔，你嘛爱关你的迄个讲 mindset， 你的迄个心思意念，我袂想的嘛爱关起来。然后主啊，我要来服务你，我要来调记你，阿爸爸啊，感谢你。头天就变做有温度啊啦。今仔日遮足寒对无？今仔日我看17度尔，17度我毋知恁兜几度，我看图书馆内底。所以今天早上我拄着水田囡仔嘛，伊调倒摆来的，做迄落甲我讲伊的手拎机，我摕一个物件互伊，这啥物？暖暖包啊！伊讲恁机器有无？我讲有咧啦，烧的呢。兄弟姊妹，有当时咱的心就是这个世界内底，敢若伫咧寒冬内底，伫咧撞来撞去拎机器。没有感觉了，麻木了。你有感觉你冷无？我昨昏伫迄个讲开窗面兜险啊晒落，其实是已经晒落啊，落下大雨嘛，落着涂骹，大家惊一条讲老师跋倒去啊！我今日嘛惊一条，跋倒去，迄就是安怎伤寒啊、僵硬啊，你知无？无顶工啊，好佳哉无安怎，无安怎所以伫迄个中间我才知影讲。其实咱的灵性若无安尼运动就会滑倒。灵的部分嘛是同款，你爱有运动，要安怎有运动？就是有祈祷，有亲的祷告，就是咧教咱。所以咱即礼拜思想看卖咧，我要伫啥物代志的顶面会当来专心投靠咱的上帝。我要伫啥物？我要安怎来学了上帝？你伫啥物代志会顶面要专心投靠上帝？你还有啥物代志无专心投靠上帝？你的家庭，也是你的影子，也是你的
的烦恼，烦恼你的时代，也是你的工课，无专心祷告，你要安怎来讨好上帝？透早起来就讨好吗？透早起来讨好主，中昼食饭的是祈祷讨好上帝，暗时的时阵，哇，你的一天的时间就变做有运动的。最后，牧师要用一个见证来甲咱分享，来咱先放那一个影片，我来看一个姊妹，伊是真爱唱歌，嘛会大声，头仔较大声啦吼，短短尔，无到1分钟，41秒尔，中期的生活队。这咱廖老师，示范的机会。最后，大家见证就是这个独唱的姊妹，叫做谭彦君啊，伊是初5迄天回天家了，回天家了。本来工情，伊艰苦到顶年嘛，1、2年啊，1年外。但是我破病去带病的时，伊拢有来甲我看，所以我嘛毋知伊的身体。已经够艰苦啊，所以伊安慰，关怀无所的人。但是这个姊妹，伊嘛真晓唱歌啦在了伫中边，头拄仔迄咱嘛无派着麦克风，有在了伫个连节路礼拜堂安尼唱因为伊有迄个安定，伊嘛足够关心。伫教会嘛做即事，伊就是伫中山教会，伫我做牧师的时阵受选成做即事。用伊的生命咧讨好上帝，真活泼啊！真活泼啊！杨主持节目，讲话真趣味啊！真有气力的，真活动的，总是上帝为伊眼前伊无结婚，伫伊的家庭内底，伊的父母嘛真爱靠伊，所以伫这个中间我要讲，伊虽然伫艰苦的中间，但是伊讲伊要来拖。要拖到2014年，就是中山教会设立50周年，伊才要回天家啦。但是上帝怜悯伊啦，已经拢食袂落饭几10天啊咱看伊安尼，我听讲尾后是变做不善啦所以咱就知影病痛，上到尾后就是咧临伫咱的，对无？我毋知对你来讲，你毋知有迄个心理的准备无？就是咱的生命内底，其实上界会互咱人迄个灾害啊，就是迄个病痛。到最后，你若有缘，还佫会当伫遐讲，主啊，我靠你。我看咱伫这天津姐妹的生命中间有看到，我看到长期大传部的小广，就是拢咧主持节目，伊可能拢介有咧主持节目伊到最后除夕啥物时阵拢有去看。总是到最后，伊讲上帝选你世间的艰苦，我看到我嘛真感动啦中山教会长老讲伊慢1分钟去，伊讲足侪人陪伫伊的身躯边，所以这个姊妹，伊无因为伊的生命到尾后已经伫感情遐听讲伊嘛拢有缘咧做工课。还佫咧上班，到最后无法度了才佫拄安宁，佫等于引导，才佫迄个心内底毋是干那求生的意思，伊是安怎要求生呢？因为伊知影伊即个生的生命是对上帝遐来，弟兄们，咱的生命拢对上帝遐来，上帝的确在保守，的确要甲咱正万行事，所以咱想看卖咧，你抑佫有啥物代志抑袂有专心？
投靠伫主的顶面。啊，你即礼拜你安怎来得到主？咱三个来分享。听堂的面弟兄弟，阮感谢你，感谢你为阮来行逐项事，阮的心来孝顺，就欢喜讲袂出。主啊，每一脚步你拢保守伫阮的内面，阮每一项代志，你拢要来阮替阮来念你。阮就伫你的面前谦卑讲，阿爸爸啊，愿你来，主耶稣啊，愿你来，来带领阮头前的脚步，互阮的生命是通光的，互阮的生命是看到上帝你的慈爱甲信息，大大细细，拢要成做阮的灯牌，为着阮抵挡所有的艰苦，加添阮侪侪气力，互阮面对所有的困境。主啊，阮在座所有的兄弟姊妹，伫每一个人的生命的中间，有迄款讲袂出的苦痛，袂当对人讲的秘密，总是主你拢知影。愿你来食，愿你来保护，愿你来赏赐智慧，愿你来赏赐阮有耐心，知影要听候者会知会过去，然后阮即时就要来美入你的实骨的下面。感谢你无弃杀阮，感谢你用慈悲疼痛包围阮。哈利路亚！阮就要来分享，伫阮的生命中间，用勤的祈祷，专心投靠你，坚定要来学乐你。阮一生的生命就是安尼。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用在上帝话，一时咱要来优惠的诗，信息第454首，我无落伊的加去优惠我
兄弟平安，报告进前先，互咱来读今仔日的经文，第12篇、71篇、22节，互咱来读2遍，请。我兄弟啊，我被光我乐意进行以色列献价，我乐意，我兄弟啊，我被光后礼拜事工分担表，较有事奉的同工家己翻开第3页。各项聚会的时间甲主理，请有参加的兄弟姊妹家己注意。特别报告，即礼拜8号时班，即礼拜暂停。消息报告。后主理百万中会牧师，要来为因的宣教大楼募款，请兄弟关心代祷。今仔日礼拜结束了后，召开小会，为着2月19号的会员互会审查会员名单，请小会员参加。今仔日曾牧师前往大同教会支援讲道。本会会员互会，伫2月19号的主日中召开，迄天有献礼典，宴请会员甲所有的兄弟参加，共同关心教会各项的团体组织的事务、小会工作。节录帮教会因为教堂漏水严重，洪水工程。差不多23万，本会特别发起奉献，对今仔日开始到2月底，这段时间，若是为着细路帮教会的奉献，拢算在洪水工程的费用，请大家踊跃为咱的姊妹教会的洪水工程来奉献。2月4号甲5号，主日举办寻找信心之父，所以抓住上帝的真福气2个的生活儿童生活营，请兄弟为着儿童的主日啊，关心代祷甲奉献。天上兄过生1周年的追思家庭礼拜，伫2月12号下晡3点，伫家己的厝内举行。记录市场开始来收集物品，欢迎捐出内底会使用的二手，也是全新的物件，请整理清气，带来互曾牧师，就要伫购物节来举行义卖的金额，拢总会捐互利林体育保养院。准备一项。各团体会长将会计资料甲年度的事工计划连主档交处理建丰长老，做2月19号会员互会手册，要用代祷事项，请为鹿港地区的福建甲转化代祷，由主掌管伫鹿港地区，请为节录帮教会的洪水工程来代祷奉献，请为身体欠安的兄弟代祷，聘称省略有为国、俊元、锦堂、维坤、
安逸、益丰、圣洁、益国、曼丽、丽香、丽玉、金满、美华、桂花、彩儿、竹仙长老、小桃、丽珍、淑珍和茉莉牧师。后日会计部分，请家己注意，若有问题会使找后壁会计柜台。多谢。我是伫遮介绍咱有一位新朋友，叫做陈琼芝，姊妹来请开过来，咱来一起来给大家欢迎。新玉大姐新玉的大姐伊住伫新庄新店嘛住伫新店欢迎好无输车就是咱顶礼拜本有伫顶年度读圣经一年拢有完成的，有本人拢还袂来遮，我拢已经大家拢有写名，所以我读的今仔日若有来的咱有缘伫遮来颁发啦好，蔡雅芬、蔡陈丽芳金青青的刘丽华、沈丽玉、王美娟、刘来发、洪淑慧许正斌、赖昭荣、黄君安，来以上对，请出来好无咱今日本落啊过来就事先下来交互伊好。咱来吟上言信息第510首，罗乐天地主宰，今日起来吟两首。天父上帝慈悲疼痛，以及圣神的团契相通，甲正兄弟姊妹以及你的家庭三甲弟弟，对于即时直到永世大无尽。阿门。
你们来啊？